来继续来看这位准副总统萧美琴，在当选了后，第一届倒来伊的后头厝，伊来立法院参加着台美国会议员的联谊会，这嘛是选后萧美琴第一届甲立法院长韩国瑜来同台。萧美琴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出席，强调讲对美国的外交无分党派。 好，我们欢迎韩国院长抵达会场。欢喜握手，选后韩国瑜甲萧美琴头一摆见面，两人身份已经无共款啦。这嘛是萧美琴当选后头一摆到立法院。还没有赢，院长加油，好，这样比较顺，好不好？还没有赢。 无平常时立法院肃杀的气氛，想要看民进党的立委对韩国瑜做伙口号强行，干那这个时阵尔，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正式成立，萧美琴是以这个角色当外监。那刚刚的介绍说我是这个副总统当选人，可是我今天来的身份应该不是这个身份，我今天来是以这个第9届的毕业生。那今天也很高兴看到我们在立法院对美外交也是一样，秉持着不分党派，任何推动外交的过程当中美琴永远都是大家最好的伙伴。是大学者，是毕业生。 伫美国真侪年的萧美琴，伫台美联谊会活动当然袂当缺席，是讲这时阵嘛袂当袂记韩国瑜。昨天6位美国国会议员来的时候非常严肃，离开的时候笑哈哈，因为我们国会议员了解国会议员，所以各位将来碰到很多美国国会议员，一定要欢迎他们来立法院吃饭。跟外交部吃饭是黑白的，跟立法院吃饭是彩色的。 对美国外交无分党派，掩过私底下议员会当闻到一寡火药味。新的会期，国民党较济民进党贴过立赢，嘛是对韩国瑜立场有顾虑，所以讲选择转战国会外交战场，积极要筹组，甲友邦国会联谊组织，用这个方式要来抵制韩国瑜。像讲台美国会联谊会就破例出现有2个会长。 筹组的过程当中，后来知道不同的政党，他们也另外要筹组另外一个哈，所以经过各方协调之后，把2个会整合成一个会。为什么会有 co-chair？ 我这个王会长的版本一定跟柯会长的版本不太一样。对外团结拓展外交关系，对内压力难免会竞争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